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初8，箴言23章22節安尼講：着聽嘆生你的老爸，你的老母老的時，嘛毋通甲伊看輕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阮聽嘆老爸，毋通看輕老母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佇創世以前就認捌阮，佇阮未出母胎就揀選阮，佇阮一出世就定着阮的道路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！你用無比的疼來疼阮，也用無盡的憐憫來看顧阮。主啊！阮就是盡一世人的所做，也無度報答你的疼。主啊！你藉着父母，互阮來到世間，透過因將你的恩典來顯明，總是人因為財物的增加，家己的驕傲來看輕因，袂記得孝敬父母，是你互阮日子久長，閣享受福氣的應允。主啊！求你互阮着聽嘆父母，無來看輕因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